於1989年成立嘅澳門賽馬會，早前宣布因經營困難，將於今年4月1號終止運作，而澳門嘅賽馬活動自然亦都隨之告終。之後，港澳馬迷又會少一項消遣活動，令佢哋大感可惜。都係可惜啦，一個跑狗，一個跑馬，係一種比較吸引人哋嚟嘅嗜好咯，即係消遣啊嘛。我哋啲幾廿歲後生嗰啲就比較唔吸引噶啦。因為從香港過來的，就想看一下這邊的比賽，覺得是一個地方特色吧。因為在其他國家不一定有賽馬的賽事，然後我覺得澳門的賽馬場它修建得也比較好，感覺大家都在鑽研這個比賽吧。喺個傳出好多消息就話會唔會呢度就嚟閂啊，定係點樣啦？咁都閂之前都可能你睇一次咁樣咯。澳門自己有自己唔同獨特嘅沙地啊、賽道啊，或者個場地嘅狀況。澳門嘅草地可能係天然草，香港係沙網草啊。咁呢其實大家唔同嘅場地嘅情況下，唔同大家可能跑道設計唔同，都有唔同嘅玩法嘅。亞洲唔係育馬地區咧，除咗日本之外啊，都會擔心呢樣嘢咯，真係會冇咗咯，有係啦。我第一次嚟煞科，諗住嚟捧場下，咁就見證最後一幕。跑呢度又跑，我哋都好多時都嚟嘅。咁聞名嘅，而應該先進，但係而家咁樣咧被淘汰咧，我哋都覺得好珍惜。咁佢冇都冇計噶啦，即係戥佢可惜啦。但係我哋都一樣過嚟咁旅遊下嘅。冇乜事，我都走落嚟呢度睇下跑馬咁啊，玩下馬仔咁樣嘅啫，喺度細細地玩下娛樂下咁嘅啫。咁啊就越睇就越差，越讀真係可惜，都係翻香港睇跑馬咯。有賽馬以嚟咧，我一直都有參與嘅。以前嚟講咧，呢度有個賽狗，我賭完賽馬可以代賽狗。而家咧嚟咧賭完賽馬我就去走啦。但澳門咧，除咗賭錢啫，都有嗰啲文化啊、飲食嘅文化，我都向往呢樣嘢啫。有啲可惜啊，但係都無可奈何。唔好講話有咁長嘅時間啦。呢個社會嘅巨輪係咁噶啦，因為變幻係永恆。